自2026年3月2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线长去的基督徒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约翰福音第15章第10到27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约翰福音第15章。我是真的葡萄树，我的爸是种葡萄的。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，伊就甲伊剪起来；有结果子的枝，伊就甲伊修剪，互伊结较侪果子。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。恁若不时甲我结连，我就不时甲恁结连。枝无连伫葡萄树，家己袂结果子。恁若无甲我结连，嘛是安尼。我是葡萄树，恁是枝。甲我结连，我嘛甲伊结连的，会结真侪果子。因为无我，恁袂当做甚物。人若无甲我结连，会亲像倒去的枝，互人迄出去外面，捡规堆，迄落火烧。恁若甲我结连，我的话伫恁内面，恁无论爱甚物，求就甲恁实现。恁若结真侪果子，表示恁是我的门徒，我的爸会因为安尼得到荣光。亲像爸有疼我，我嘛有疼恁，恁着不时踮伫我的疼内面。恁若遵守我的命令，恁会不时踮伫我的疼内面，亲像我有遵守我的爸的命令，不时踮伫伊的疼内面。我甲恁讲遮个代志，是要互我的欢喜伫恁内面，搁互恁的欢喜满满。亲像我有疼恁，恁着相疼，这是我的命令。人为着朋友牺牲性命，无比这较大的疼。恁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是我的朋友。我无搁叫恁做仆人，因为仆人毋知主人伫做甚物。但我已经叫恁做朋友，因为我对我的爸所听到的，拢有甲恁讲啦。毋是恁竞选我，是我竞选恁，搁任命恁，互恁去结果子，互恁的果子会当永远保存。安尼，恁奉我的名，无论对爸求甚物，伊会互恁。这是我互恁的命令，恁着彼此相疼。世间人若怨恨恁，着知因怨恨恁以前先怨恨我啦。恁若属即世间，世间人会看恁做家己的人，甲恁疼。不过我已经对世间甲恁竞选出来，恁毋是属即世间，因为安尼世间人怨恨恁。着会记得我甲恁讲的话，仆人袂比主人较大。世间人若迫害我，嘛会迫害恁；因若遵守我的话，嘛会遵守恁的话。不过为着我的缘故，因会对恁做遮个拢总的代志，因为因毋捌找我来迄位。我若无来，无甲因讲，因就无做。不过因现在无法度为着家己的罪辩解。怨恨我的人，嘛怨恨我的爸。我伫因中间，若无做别人毋捌做的代志，因就无做。现在因有看到我的所做，犹阁怨恨我甲我的爸。这是要实现因的律法所记载的话，因无缘无故怨恨我。我要对爸遐找一位为助者来恁遮，伊就是对爸遐来迄位启示真理的神。伊来的时会为着我作证。
你嘛着为着我作证，因为恁对开始就甲我做伙。线长去的基督徒，伫快速变化的世界，人追求成功、幸福和人生的意义，却往往感觉疲劳野线、迷失和空虚。约翰福音15章，耶稣提醒咱真正丰盛的人生来自甲伊连结，就亲像基花必须连结伫葡萄树，才当继续对树棵吸取养分甲结果子。基督是咱属灵生命的根源，咱的生命若无甲基督相结连，毋简单无法度活出真正的价值，生命也会孤单无力，渐渐凋零。这世界看起来亲像提供真侪会当带来满足的事物，亲像金钱、地位、人际关系，但是只有基督会当真正满足咱的心灵，带来生命力。今仔日是棕树主日，是咱纪念耶稣骑驴仔公营进入耶路撒冷的日子，也是受难周的开始。当拢时，群众火热、棕树枝、大发、和散那，因的热情甲敬拜令人感动。但是短短几日后，因中间真侪人却越头话讲，甲伊顶十字架。看见安尼善变的人的心，未免得感觉艰苦心甲叹气。检测咱也甲这人同款，是毋是咱甲基督的连结断线？是毋是失去真正的信仰甲生命的意义？2025年1月到2月之间，台湾有几啊条连接离岛的海底电缆陆续中断。根据国安局资料，台湾周边每年平均有7-8件海难事故，原因包括中国抽沙导致海难路线、渔船拖网甲货轮停定破坏等等。这些事故互离岛陷入网络和通讯瘫痪，毋简单带来不便，甚至影响医疗甲金融服务，造成重大危害。2月有一只德国籍中国关医轮风台58，互海巡队发现，伫台湾南部外海建亭埕警戒区落定滞留几啊日。无久以后，连接台湾本岛甲澎湖的海底电缆受通报断裂，因为安尼，海巡队以现行犯扣留中国籍船长甲船仔顶人员，搁移送调查。后来，经由台南电法院审理，合议庭认为船顶海图有标注海难位置。船长有故意破坏之意图，严重影响咱国民的生活、经济、公共资讯运作，判刑3年。现代人的生活差不多离袂开网络甲通讯，一旦手机袂通、袂通上网，就袂当用通讯软体，袂当看影音，袂当网购，袂当点餐外送，太济会袂当，生活就好亲像是定去。网络失去连结，已经互人学得承受。若安尼，生命失去甲主的连结会变做安怎呢？耶稣指出，咱甲伊之间就是一种连结的关系。一旦关系断去，
失去甲伊的生命连结，就亲像树枝离开葡萄树，终究会孤单，就袂当做什物。拄亲像伫海底的电缆断去，虽然海面看起来若像正常，实际上却是整个系统瘫痪。一个基督徒若甲主的关系疏离，虽然上款做着日常的工作，属灵的性命却已经孤单，是断线的基督徒。耶稣强调，因为无我，恁就袂当做什物。这是互基督徒严肃的提醒。默想，我是毋是甲基督断线？伫生活中失去甲基督的连结？我是毋是甲基督断线？伫生活中失去甲基督的连结？咱做伙来祈祷，听我的上帝，感谢你提醒我检视家己的信仰生活，互我搁再看见甲基督连结的生命意义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